大家好，我係 EV Master 嘅阿 Wing 啊，好高啊今日個 cam。好，咁大家見到我今日身後咧呢部藍色嘅 Model 3，點解今日會拍呢條片咧？就因為咧呢架車車主啊喺行街嘅時候唔小心碌到啲嘢，bang bang咁樣喺車底碌過。當時冇着曲，咁車主冇理腳揸啦。今日嘅時候諗住叉電啦，就發覺着曲啦，嗶嗶嗶，功率受限。差唔到，咁係咩事咧？升起架車就發現，哇，車底係濕晒嘅。咁跟住之後我哋再拆嗰啲護板啊、底冚啊嗰啲，就發現入大電嗰條水喉咧，嗰個水喉嘴咧係撞爆咗嘅，漏晒啲水。咁嗰個有乜嘢作用嘅咧？咁嗰個咧就係啲水流入去大電入邊，幫嚿大電做一個循環散熱嘅工作嘅嗰啲水。嚿大電漏晒水，冇水散唔到熱，佢又梗係唔俾你叉電啦，咁你着火啊嘛。如果翻香港原廠維修咧，佢就會報你大概10零20萬，成嚿大電換咗佢嘅。非常之貴啦。咁但係就算咧，我哋香港 EV Master 咧，都係建議車主可能換咗嚿大電，成嚿大電換，但係都大概要需要5萬。車主話：哇，有冇得再平啲啊？仲有冇選擇啊？唔緊要，我哋都幫到佢。拖呢架車上去我哋 EV Master 廣州分公司做一個大電嘅維修工作，價錢再平一半。呢架車聽日就會由我哋香港呢一度直接再拖上去廣州。咁跟住落嚟咧就會全程直擊呢架車由香港拖車過關去到珠海，再轉拖車上到廣州嘅成個過程。各位 EV Master 嘅觀眾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講一個好實際嘅話題。如果你架車喺香港壞咗，點樣可以將架車拖返大陸維修？過程其實唔算複雜，只要跟住步驟做就可以順利過關。首先，你架車必須係有中港牌，或者係有港車北上資格嘅私家車。然後你需要揾一架合資格、有中港牌嘅拖車。如果你唔知去邊度揾，可以留言或者 PM 我哋可以幫你安排。以下就係需要準備嘅文件。如果係中港牌車，你要準備好通關時用嘅批文卡，並且要由車輛登記車主或指定司機跟車過彎。第二，如果係港車北上資格，你需要帶港車北上嘅臨時入境機動車行駛證，同樣要由登記司機跟住拖車一齊過關。另外有朋友就問，如果用港車北上資格，係唔係要事先網上預約出行時間先可以同拖車一齊過關？答案係唔需要，拖車過關並唔使預約，所以你可以隨時安排過關。我哋會幫車主處理好報關程序，等過程更加流暢。至於過關流程，同拖車夾好時間之後就可以出發。過關時，無論香港定大陸海關，每架車都需要停低做檢查，海關人員會核對所有文件同批文，確認冇問題就可以通行。手續並唔複雜，只要文件齊全，過程都好順利。希望呢段分享幫到大家。如果你有更多問題，或者想分享你嘅經驗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EV Master， 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實用汽車資訊。多謝。而家架車就由珠海咧就拖到上嚟呢一個廣州我哋嘅維修廠。咁而家咧就準備咧上架將個大電卸落嚟，就做呢個水管嘅維修工程啦。預計呢個工程咧大概需要3至4日到嘅，要將個電池打開，再重新鋪翻水管，再用呢個電池咧做翻呢個防水防漏嘅加密。如果呢架車喺香港壞咗，要喺香港整咧，都可能需要個零2個禮拜先至有機會整得翻好俾你。咁而家車主咁樣第二日就拖上嚟咧，我哋預計咧大概係3至4日到就可以加翻架車俾車主啦。咁價錢嚟講，亦都幫車主慳翻一大部分去換電池嘅費用，可以維修翻呢個電池。咁所以如果你係 Tesla 嘅車主，你遇到我電池有問題，又唔想話花太多錢去維修咧，不妨可以揾我哋去傾一傾，我哋會有一個比較完美嘅解決方案俾你。架車點樣由香港拖落嚟廣州，然後架車點樣維修，同埋我哋中港有聯保。如果你哋有需要查詢維修咧，都不妨咧就可以 PM 我哋啦，我哋都會有專人去聯絡翻你嘅。咁我今日咧，我哋嘅報道就嚟到呢一度啦。咁我哋做維修完再影俾大家喺成個情況究竟係點樣啦。